Hello，大家好，我係 CP 啊！嚟緊日馬咧跑禮拜6喎，仲要跑11場咁多啊！唔知大家夠唔夠時間跑馬啦？而我咧就做足晒功課噶啦。如果你唔夠時間嘅話，唔緊要，睇我哋贏到開晒行嘅職場推介啊，會幫到大家選馬噶。而今期咧賽前我嘅重心方面咧擺咗第8場啦，9號馬嘅標誌極光。嗱，呢匹標誌極光咧自從上季尾轉咗去文家良馬房之後咧，越跑越好啊！到今季咧跑咗4場，一冠3個第2啊，全部都有前2名嘅，無論田草啦、谷草啦、泥地啦都得㗎嚇。咁啊，呢匹馬咧以往咧就要留後少少嘅，但係而家咧可以擺翻前邊走咧，翻嚟咧仲係好韌力咁樣嘅。嗱，今次咧雖然係排住個11檔啦，咁啊跑呢個田草1200米啦，不過啊同場咧其實冇乜快馬嘅，以佢嘅前速咧有機會殺到埋嚟嘅。嗱，今次係用 C+3啦，上個禮拜咧國際賽日係用 A 欄啦，咁嗰日咧內欄咧就非常之不利嘅，咁啊全部都走晒去呢個中外檔咁樣啦。咁而家啦，今次係 C+3咧最差嘅跑道咧移出去外邊咧，變相就係話上個禮拜啊最好嘅路段咧就變咗做內欄喎。啊，如果殺到埋嚟嘅話，會唔會咧都比較着數一啲咧？咁同埋今次咧同場啲對手包括係嗰啲星月飛雲啊、天星啊、歲歲有福嗰啲都孭比較重磅嘅。相比之下，呢隻嘅標誌極光咧又再孭輕磅啲，119磅嘅啫，佢會着數㗎。咁既然有個咁穩定嘅賽績喺度啦，加埋最重要係咩啊？有分頭啊嘛，梗係愛佢啦，1 win 3 pay 咧，呢隻馬攞嚟做馬膽咧，冇錯㗎啦。今期咧騎師王個開盤走勢都幾特別嘅，1號一隻麥道朗，2號一隻潘頓，大家都係平頭最熱嘅2倍㗎啦。咁去到第3、第4號嘅布文啦，同埋周俊樂咧，都已經係20倍開外嘅啦。馬會嘅開盤手係咪都俾到 tips 大家咧？今次咧個騎師方面咧，一係麥道朗，一係潘頓咧，都會連場數戶咁樣嘅啦。咁所以咧，大家都不妨咧稱先少少佢哋啲馬啦。咁啊，再者啦，麥道朗咧係告別之戰嚟㗎啦。咁啊，跑完呢一日之後咧，就翻去澳洲㗎，離開香港，咪結束呢個客串期㗎啦。嗱，講翻第8場形勢啦，正如頭先所講啦，隻馬膽標誌極光咧勝咗咧，今次有好嘅分頭啦。玩 win pay 之餘咧，其實咧玩埋同場嘅 Q 位置 Q 咧，都不失為一個幾好嘅選擇嚟嘅。咁啊，潘頓同埋麥道朗嗰對馬咧，天星同埋歲歲有福咧，其實都可以掕翻住嘅。咁啊，尤其是隻天星啦，嗱。今季咧早排嘅時候咧就轉過去谷草啊，咁啊戴咗個眼罩之後咧就即刻贏嘅，咁但係贏嗰場咧就賺咗一個都幾慢嘅步速嘅，咁啊近呢2場咧就輸咗嘅，咁但係都有啲原因嘅，咁包括咧就係上一場啦，咁啊用阿麥道朗啦去騎啦，咁其實早段咧都留翻後少少嘅，咁仲要爆一段上嚟，點知咧喺直路嗰度咧完全係塞車啊，冇位衝上嚟嘅，結果要抽住個終點啊，咁所以上次咧嗰個名次上邊咧唔好太過介懷啦，今次咧走翻過嚟田草1200咧，畢竟呢個路程咧以往贏過同埋2次入 Q 嘅，咁啊而且咧佢對住啲對手當時咧都幾強下噶嘛，咁啊今次潘頓啦肯騎翻佢啦，咁啊排住個中外檔嘅話咧可能會好走啲嘅，咁呢隻馬勝在咧都幾準成嘅馬，咁所以掕住佢先。嗱，至於4號嘅歲歲有福咧，上季咧都係贏緊一啲1400啊、1600米咁樣嘅，咁啊擺喺前面走賺到啲步速形勢嘅，咁但係當佢咧個評分去到70分以上咧，就有少少咧停滯不前啦嚇，咁啊再喺季尾嗰度咧跑嚟跑去都係冇乜水準咁樣，咁去到今季咧練馬師鄭俊偉咧就變招啦，將佢縮翻程落嚟田草嘅1200米嗰度跑過2次咧，2次咧都可以入3甲㗎，包括上一場啦，原本直路初嗰度咧都幾塞嘅，喺裏邊嗰度冇乜位嘅，咁但係咧麥道朗咧就可以抽翻佢出嚟，臨終點之前咧衝翻上嚟有個第2，輸俾嗰隻嘅關鍵所在些少嘅啫，咁啊嗰日嘅水準咧就唔算話好突出末段咧，但係都可以咧叫做交翻佢個基本嘅水準出嚟咁樣，有翻個第2。今次咧都唔轉路程啦，繼續跑翻1200米，用翻麥道朗嘅話咧，希望咧佢繼續咧交翻出去應有水準啦。要贏咧，我覺得難少少，但係你話要接近咧，再跑入3甲嘅話咧，係有機會嘅。嗱，如果再揀多隻配腳咧，1號嘅星月飛雲咧都要選擇嘅。咁啊，畢竟咧呢匹馬喺上季嘅田草殺科戰嗰度咧贏馬㗎，正正就係1200米嘅路程。咁嗰日咧就早段留住喺後邊啦，有一個好快嘅步速。咁結果咧令到佢呢隻馬咧喺末段嗰度一衝而過贏出咗嘅。贏嘅係咩馬？就係小鳥天堂啊！大家都知啊，小鳥天堂咧就係好叻、好出色嘅馬啦。早排咧都已經贏咗3班賽事咁樣㗎啦，有個路程依據㗎啦。但係今季咧復出係比較遲啊，係啱啱喺呢
呢個月嘅月頭嗰度咧，先至咧復出咧跑嗰場谷草嘅1000米啊！咁仲要咧賽前咧冇乜點樣嘅特別快功夫㗎嚇，咁啊結果咧叫做喺後邊嗰度追翻上嚟有個第6咁樣，當係熱身啦。咁今次咧走翻過嚟夜馬路程啦，咁雖然咧係重磅少少啊，咁但係咧形勢啊或者呢匹馬咧有機會咧繼續啊可以交翻一段衝到上嚟嘅，可以兼顧埋㗎嚇。總結今期 Q 位置 Q 推介，8場9號標之極光做膽拖，1號星月飛雲，3號天星同4號歲歲有福，祝大家贏到開晒行。講咗我今期重心推介之後，到好拍檔 Dorothy 以動物傳心嘅角度去睇睇馬仔嘅神操狀況係點啊 Hello， 大家好，又係我 Dorothy 同大家睇12月20號嘅神操馬。咁第一隻就係進翼快車啦，進翼快車俾我嘅資料就係佢就輕鬆咁樣跑啫，呢架快車呢就唔算快咯。今日神馳呢就慢步速咁樣跑住去終點，就唔算太快，亦都冇加速嘅。飛輪步呢模式就好靚，個顏色呢係我中意嗰個顏色啦，但係飛輪步就輕輕鬆鬆咁就跑去終點，亦都冇加速嘅。一定超今日嘅表現呢，就係佢加速啦，要好快超越隔離隻馬嘅。白鷺金剛呢，呢隻馬我中意嘅，佢係越跑越快，越跑越快。咁啊，嗰日都要睇下佢嘅行圈狀態啦。咁正極呢就同我講，今日就唔需要太積極嘅，不過佢自己都會努力咁跑㗎。至於巴閉仔呢，今日就留咗啖氣，佢就唔係好衝嘅啫，自己練習輕輕鬆鬆咁就去終點嘅。火焰閃爍呢，馬就個馬身就未算太靚嘅，佢一同我講，佢話我會盡我嘅火去發火咁去跑，佢呢就話試圖或企圖呢，佢會去贏嘅。咁要到其時呢，睇佢嘅行圈同埋佢嘅心態心情如何啦。君子呢隻馬呢，佢就同我講，佢就好慢速嘅，亦都唔算快嘅，佢自己都覺得唔需要咁快啊，慢慢嚟啦，咁樣俾人嘅感覺有啲豬油包咯。天福呢，佢今日個跑法就係大步大步攬嘅，佢係想試下呢個步伐睇下得唔得嘅，要睇下佢嗰日個心情係想大步攬啊，定係滋滋油油咁樣臨尾衝上去咁，要睇下佢點樣做啦。馬前子呢，就自己未知道自己點樣嘅跑法，只係覺得我起個頭咁就彈跳咁樣去啫。佢好似自己都未知道係要出嚟比賽咁。開心勇區呢，一隻快馬嚟嘅，衝啊有個勇字咁去嘅，都好靚啊，模式各樣個 body 都好 fit， 咁我都幾中意呢隻馬嘅。8000財星呢，今日就同我講，佢話我會跑快啲咯，我試下揾一個方法係可以令自己好快好快咁嘅。開心貴寶呢，就好開心咁完成佢呢場嘅練習啫，就其他佢就冇乜點樣同我講嘢咯。咁我 Dorothy 今日有咩選擇呢？就係3號嘅飛輪步，5號嘅白鷺金剛，8號嘅火焰閃爍同12號嘅開心勇區。想睇到我哋一眾主持臨場更加多嘅獨家心水方法，好簡單，只需要成為我哋嘅付費會員，其中一個選擇就係 One Day Pass， 一日通行證，只需要50蚊啫，就可以由頭睇到尾，齊齊贏到開晒行。